落力一 plug 全力推介，為音樂而戰，為夢想而唱。鄭俊弘。只想唱一句歌，叫你認清楚我也曾到來慶賀。星夢傳奇一鳴驚人，鄭俊弘從此踏入樂壇，燃燒音樂力量。熊貓專一至死，不理如何傷悲，從不轉換口味，但未能換到你。2年前推出首張個人專輯《熊貓的故事》，銷量達金唱片成績。2016年推出最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，鄭俊弘唔係專一熊貓，新碟大玩多種曲風，仲親自創作一首《炮火》，火力全開。來不及在瘋癲過，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倒帶轉播，那天彼此相見最初。樂樂1連5日圈中鄭俊弘，力 plug 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。別又浪費力氣於苦惱去不可。嚟到星期5嘅落力一匹咧，今日同鄭俊弘咧要講下一首歌，就叫做驚。咁喺你嘅新碟入邊嘅一首歌啦，呢一首咧特別在於咧呢個幕後嘅班底係同你出道作品《無名氏》係一模一樣嘅，作曲依然係 Eric Kwok， 作詞嘅依然係林若寧，監製依然係 Eric 啦。咁啊，今次再玩聽得出係好玩得喎，今次係啊，絕對係同上一次無名氏係兩樣嘢完全唔同啦，係啦，天與地啊！點解會提出呢一樣嘢？係 Eric 同你講話，今次我哋要玩一個全新嘅嘢，定係你同佢講？其實我想玩得勁啲喎，咁樣。其實我係想再同佢合作嘅啫，咁但係佢係想玩第啲嘢嘅，因為我再揾佢嗰陣話，喂，等我哋無名氏成績咁好，我哋第二隻碟一定要再合作啦。咁梗係要啦。但係佢話我想改變樂壇，佢講咗呢一句，我嚇咁大，係咯，嚇親嘅喎呢一句。我想唱歌啫。佢話唔想寫咁多慢歌啊 ballad 啊，因為大家一諗 Eric Kwok 就幸福摩天輪，即係類似嗰啲。咁佢話我要寫多啲有 character 嘅嘢，都 upbeat 啲嘅嘢。你介唔介意啊？我梗係唔介意啦。係啦，你咁大個使命感。係咪你一個革命？佢變咗一個 Iron Man。係啦，好 Iron Man， 我想改變樂壇。上咗身。係啦，咁啊，即係若然可以參與你呢個革命，係我榮幸。咁啊，都聽咗佢好多唔同嘅歌嘅，佢有一啲又真係好唔 Eric Kwok，有啲好 heavy， 好 rock， 有啲又好 funk， 好正。佢又俾你揀添啊，係好正，咁鬼好嘅。咁但係最終公司係揀咗驚呢首歌，咁驚呢一首歌我呢個風格我都未嘗試過嘅，咁亦聽呢首歌都覺得係好唔 Eric Kwok 個曲風，所以我都唔知喺邊度入手好嘅，即係錄呢首歌嗰陣，哇我都毫無頭緒，因為好有空間感，好迷迷地，好 dark， 好黑暗個感覺啦，即係音樂上啦。咁因為我彈開 band 啊，我寫歌啊。或者啲 band sound 我都好直接嘅啫嘛，爆發力強啲嘅。咁佢呢個係好就好有 groove 嘅，一聽 OK，I get it， 即係我跟住摁，跟住去做。但我點演繹呢一首歌，我都唔知。咁啊，直至到去到錄音室同 Eric 傾啊，開始唱啊。佢肯定係叫你試下先啦。係啊，嚟啊，你過嚟睇下點。但係試完啊，唱完你唱咗好多次，都見到 Eric 嗰啲。即係會翹埋雙手喺度諗嘢咧，拖住個下巴喺度玩緊自己啲撇須啊咁樣。咁我知啊，我都 feel 到我 get 唔到，我 feel 唔到呢首係點。你想我去點樣演繹？咁都用咗好耐時間。咪錄咗2日啊呢首？錄咗2日，即係第一日錄咗好耐。咁佢講咗句：哇嗱 Fred 你唔好唱啦，你唔好當你唱緊呢啲嘢，唔好再唱。你當你把聲係吉他，你聽住個音樂底，你聽到要。你當你係吉他啦，你跟住嗰個吉他，你扮嗰把聲，咁我咪再試一試，咦咁啊又得喎，又 get 到嗰個感覺喎，其實係啦，咁咪得啦，我哋 keep 住用呢個方法，咁啊向住呢個方向做，咁啊又好順啊，咁直至去到個 bridge 嗰度啦，有一段好快嘅，係後尾中間近中間嗰度，哇就去到嗰度，哇死啦！又唔係吉他噶啦，佢又摸蘇啦，跟住咁就係呢度我哋點算？哇！之後OK 停啦，我今日夠啦，我哋 relax 啦，
消化下啦。咁佢即刻 cut 咗一個版本俾我哋翻去聽，咁啊睇下我哋第日再錄過咯。咁啊聽咗好多次，咁啊翻嚟錄，咁又係去到嗰 part 又棘住咗喺度。咁佢話你又唔好唱咧，太過唱啦。你而家當你自己係一個新聞報導員，唔好俾感情 flat 嘅，唔好俾 dynamic。你試下啦，你唔可以偏幫一邊，你要做一個好 neutral、好中立一個角色，新聞報導員啊去做。咁OK，咁我覺得 OK，咁啊，要不啦就即，嗰啲睇睇個動力，我覺得冇乜嘢。咦，咁咪得咯？咁話係咩？就係要呢啲咩？就係要呢個咁嘅感覺。咁就得咗啦。係啦。驚呼吸，驚依波拉衝擊，驚經濟會爆破，奮鬥並沒動力。驚飛機，天空消息匿跡，驚都市爆炸，世界愛動用暴力。咁啊 OK，咁啊再試多好多次，咁啊越嚟越好，咁啊成首歌就係咁樣嚟形成咯。但係今次呢一首就係非情歌系列啦，自己係咪都幾開心可以接觸呢一類？開心㗎，即係可以唱其他嘅嘢。咁我哋今次就即係選擇去嘲笑我哋而家自己啦。目前社會上好多人呢呢樣驚嗰樣驚，壓力爆煲個問題。我哋覺得係 first world problem 啦，呢啲咁啊，其實唔需要嘅。大家做翻自己，放鬆啲，係世界更美好。咁其實而家鄭中弘嚟到即係已經係事業行到嚟2016年啦。如果真係貼翻呢首歌名驚，你覺得最驚嘅會係乜嘢咧？而家我最驚嘅真係即係我自己啦，久唔久都會俾自己好多壓力嘅，即係我都會 fall 喺呢個 trap 入邊嘅。咁啊，驚啲人做唔好啊，驚俾人批評啊，呢啲係真嘅，即係網上啊，咁啊。盡量，我覺得又好似炮火咁咯，忠於自己。你覺得自己你做得啱，聽到一啲嘢都會影響到啊。但係深呼吸嘅嘢，放翻出嚟啦，放翻出嚟，唔好自己困住喺入面。係啊，咁你最緊要最對自己有交代，咁呢個 OK。盡咗力咁就 OK 啦，係咪？咁啊，2015年就之前講過話專注音樂噶嘛，2016年就去翻拍劇咯，係啦，差唔多要開劇啦。同羅嘉良嘅合作，係啊，好緊張啊，真係前輩級喎，前輩級大師兄，原來佢都係參加新秀，係啊，佢唱歌㗎，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同佢有啲接近嘅地方。咁啊，係啊，今次我都差唔多2年冇入劇組啦，所以都好緊張，同埋都好期待。可以同羅嘉良合作，希望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。係自己點樣準備啊？會即係要準備自己啦。準備一個角色咯。咁呢次嘅角色同以往嘅完全唔同。都未試過呢啲，咁啊要思考各方面要落多啲功夫，同埋可能要自己諗個 background 啊，諗嗰啲要細緻好多咯。同埋因為呢個角色係比較複雜，即係佢係一個外表睇一個好能幹嘅青年啊，咁啊又讀名校啊，又識打拳啊，又瀟灑啊，平易近人啊，好 friendly 啊。但係原來佢係想係隱藏住佢內心一個好黑暗一個背後咯，咁就要拿捏到呢一個呢件事，又係要呈現渣嘅一面出嚟咯。係咁啊，嚟緊拍咗呢一套劇之後係劇接劇啊，定係可以又翻去音樂咧？應該拍完呢套劇就要再投入翻音樂啦。咁啊，希望再開始讀書，係啦，可以讀翻書，交功課，可以繼續寫歌，繼續收歌。咁啊，嚟緊會籌備錄新歌啦，同埋希望下一隻碟啦，新碟啦。係講唔講預計幾時咁樣啦？定係唔好講住好啦？真係唔好講住，都未知。驚到時啲樂迷知道，你有錢咗咁樣，唔好俾人捉啦，係咪啊？係啦。今日星期多謝晒鄭中弘 ，Thank you。